4星酒店隱世炭火鐵板燒，甜品放題，大人細路勁滿足。今次你介紹呢間位池袋大都會酒店上2樓食炭火鐵板燒啊！當然唔少得日本酒，環境高級，坐得都幾舒服。呢度午餐連甜品放題都係3200yen起，職員推薦呢個40周年特別釀製日本酒。呢個清甜易入口，我自己幾中意。當日有6款自助甜品，全部任食啊！喺你面前炭火直燒，哇！睇到都流晒口水。4種開胃前菜，呢個沙律勁新鮮，個汁仲可以加埋湯一齊飲，推薦啊！今次個主菜好健康，多菜少肉，有3款醬汁。正です，壓軸登場，睇下佢搞咩先。等咗大概10分鐘左右，原來係鐵板班戟，畫上完美句號。呢度非常適合一家大細，酒店服務一流，都唔使講啲咩，唔計杯酒咁多嘢加埋都係3400yen。算㗎。下次再見。